咱要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章21节到33节，或本圣经伫273页。以弗所书5章21节到33节。跟着我来读。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来互相顺服。做妇人人的，着亲像顺服主，安尼来顺服家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妇人人的头，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基督本身嘛是教会的救主，教会就是伊的体。亲像教会顺服基督，做妇人人的嘛着事事安尼顺服丈夫。做丈夫的着疼恁的妇人人，亲像基督疼教会。嘛为着教会牺牲家己，安尼做是要通过伊的话，用水洗清气来圣化教会，归服上帝，互教会有阳光、无污点、无条纹，也是其他的缺点，成做圣洁无缺点来献互主家己。相反，丈夫着疼家己的妇人人，亲像疼家己的身躯。疼家己的妇人人就是疼家己，无人怨妇家己的身躯，颠倒家己保守照顾，就甲基督对待教会同款。因为咱是基督身躯的百体。经典讲，因为安尼，人要离开父母，甲伊的某结连，两人成做一体。这段经文启示一个极大的奥妙，照我的了解。这是在指基督甲教会的关系，总是这嘛适用伫恁逐人。丈夫着疼伊的妇人人，亲像家己；妇人人嘛着敬畏伊的丈夫。以上，这是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尤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疼咱的家，疼咱的家。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阮透过夫妇的结合，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也透过生产。互子孙代代会通领受主你的恩典，也今日透过主你的话来帮助阮明白你所设立的家庭要怎经营，也互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互你的家庭，你所赏赐的家庭成做这个世间的祝福。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那个监听喇叭稍微小声一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做伙透过这段圣经，咱来思想吼。最近咱咧看以弗所第1章到第3章讲咱甲上帝的关系。4、5、6就是咧讲咱伫属灵生命的成长，咱会当活出甲家庭的人、甲咱的亲人朋友，咱有真好的关系。所以咱对设立了咱的属灵的生命，好亲像婴仔相款吼。咱会食属灵的灵，就是上帝的话。你爱参加小组、听讲道，帮助你会通，互你伫你属灵的生命开始大汉。因为囡仔你甲饲无灵的牛灵，所以我看一个报道，其实囡仔应该毋通食牛灵，因为拢安怎牛脾气安尼吼。其实较好的是食牛灵啦吼，迄根本都毋是人咧食的吼。这其实影响伫咱身体的这免疫系统等等吼，所以咱伫咱的属灵生命，咱若食毋着这个属灵物件吼，就会影响着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若照顺序安尼在看圣经，咧祈祷，毋知影祈祷的时阵，耶稣有甲学生祈祷讲：阮伫天的，愿你的名，你的国临到，其他的转去背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我要怎祈祷，心思啥人知？讲互天父上帝知。你看见早起的出日，你会通欢喜学乐讲主啊，阮感谢学乐你吼。看见气象的报道讲大雨，总是你的心内就落小雨安尼吼，因为心肝头会诚郁卒若拄啊好，搁要佚佗的吼，哇，听着安尼就心内烦恼。所以大家拜四拜五拜六，牧师有甲遮个一寡老年的去台东嘛，伫遐有遮个旅游的活动吼。有人就精神的就敲电话讲
要去无吼？哦，看起个大雨特报安尼啊，其实阮出血水就拢做好天的吼。啊，所以大家就伫遐来感谢俄罗上帝。所以对即个信仰，你是感谢啥物？感谢对象的是对一位上帝。哦，所以人咧感谢的对象无相款，就会影响伫伊所领受的。所以咱的生命渐渐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你会去体会，伫你的生活愈来愈后面对，就是你拄着这困难的时阵，你要安怎去面对？你拄着这艰苦的挑战，还是讲有这影响特别伫属灵的顶面你会惊吓，你要安怎祈祷？所以伫后面咱。以弗所第6章就是教咱要安怎伫遮有全会正教所以你会当哪伫遮来学习，你着拄着遮困难的时阵，你无不安的时阵，你就用遮属灵的正教来祈祷，讲主，你的救恩做我的安全帽头盔公义做我的啥防弹背心真理做我腰带脚前安怎？平安福音的鞋是你若咧工作时，拢爱穿迄工作鞋，你无迄物件甲你掂落，你的骹嘛袂感觉安怎所以保护然后信心做盾牌，会当抵挡遮个人的言语，好亲像迄个毒箭安尼，你甲你射的时阵，你会当直接甲挡上帝话安尼，若个较无差不多的，我上帝宝剑就甲你斩落安尼，就捆绑遮无好的离开。人伫人的生命中间，你会通透过你知影，你的祈祷会通成就有一个官兵。所以今仔咱透过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间，互咱知影讲甲咱上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家庭。所以想到家庭的时阵，上帝透过伫创世纪第1章的27节到28节讲上帝创造人用家己的形象嘛，创造人了后呢？佮互人有即个管理的权利，恁着爱生团安怎坐遍满即个地面上，然后佮将迄个管理的权柄赏赐互人。所以对一男一女，然后伫遮来组成即个家庭，还佮有即个子女，也是讲两个翁仔某，这就叫做核心家庭。一个核心的家庭是上帝透过这个家庭要赏赐福气，互这代代子孙。所以咱真毋茫透过传宗接代，互上帝的恩典会通继续延续伫咱的中间。总是有当时咱若无好伫遮来经营咱的家庭，咱看去最近咱面对这个家庭的变化无共款的这个家庭的成员。就会影响到上帝要透过家庭来祝福伫每一个家庭的中间。咱知影讲最近通过同婚的专法，所以未来咱一定会看见真侪遮个危机，真侪遮个问题会产生所以咱来讲到这个家庭会使讲是天堂的一个缩影。总是有人讲家庭嘛会通成做啥物？天堂也是地境迄恁讲的啦实在是有当时咱若三听讲我家是天堂，咱的厝真做天堂，是因为安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讲咱的翁仔某会通伫遮彼此来相听，所以伫遮咱一家人会通做伙幸福快乐。总是有伫后现代的这个时代，有真侪遮个挑战，媒体资讯伫遮来影响咱的思想，影响咱的耳目，影响咱的心思意念，所以伫遮就会影响咱的彼此的关系。所以有当时咱看讲伫厝内咱都厝无偌大，闹迄透天的一楼两楼若囡仔要叫囡仔，较早要叫囡仔食饭安怎？某咪人都爱食饭啦，即马咧即马敲电话都爱食饭较早看迄个广告，感觉不可思议但是即马咧，有当时咱嘛是安尼对无？明明就隔壁房间尔，就咧出来吃饭当时彼此迄个关系所生疏，
一个人做伙食饭，对无？伫食的中间安怎？大家都手机啊架起，斗阵是要食鸡啊，是要看手机啊。所以伫迄个过程中，咱看讲彼此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愈来愈生疏，愈来愈疏远，因为手机啊的关系。咱若讲到家庭，你会想到啥？咱会想到啥？你的厝，对无？啊，阮家都是阮兜。其实若用台湾话来讲吼，台语来讲，就是阮兜，对无？啊，即个兜是啥物意思？就是甲咱每一个人甲兜做伙，甲靠做伙。所以家迄个家庭的家吼，毋是伫干那讲即间厝，有个人无厝啊，有个人的厝是行动的，你知无？吼，那像一只旅行车呢，伊就四界吼。所以家吼，即个家庭的家吼，家庭毋是干那咧指即个厝，是搁咧讲伫迄个厝内底遮个人，包括夫妇，包括子女。所以因为迄个疼的关系、婚姻的关系，甲一家人安怎靠做伙吼，所以都在一起。伫这中间，互咱会通享受到这个天伦之乐。另外，圣经嘛甲讲吼，像华语就较讲我家吼，啊若用兜吼，阮兜、恁兜，对吧？啊未结婚的时阵就阮兜吼，啊若结婚了咧，啊咱兜对无？啊咱兜就表示讲咱做伙啊对外吼啊，阮兜啊恁兜对无？啊若彼此两个结合种啊咱兜。咱的未来，咱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就是毋是干那咧讲即个有形的躯体，个就是讲伫迄个兜，就是甲咱的靠做伙即个关系，互咱彼此有好的关系，爸囝、翁某，所以即马有同婚出来，我毋知影要安怎叫。要叫1号、2号，叫阿公阿嬷，还是安怎叫？所以伫这后现代时代吼，冲击到核心家庭的结果啊，愈来愈行往这多元的家庭。所以有这核心的家庭，有同婚的家庭，有单亲的家庭。所以社会的变迁一直在挑战家庭的结果，嘛在影响你我。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讲上帝是咱家庭的啥？啊，兼毋知影恁的身躯是上帝的，所以上帝是咱家庭的主啊，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所以咱的厝啊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大，所以咱家庭会当成做上帝的殿啊无？所以，当咱开咱的祭坛、咱的家庭邀请主耶稣成做咱的家庭的主的时阵，你的家庭就是上帝的殿。所以，伫遮咱看伊讲啊，对啊一部电影吼，一部电影啊，一个婚姻啊经营了好，伊的家庭就婚姻美满。我要介绍这本稍等下吼，暂停一下。这部电影是伫第74届这个意大利威尼斯的这个影展，这部电影叫做《家战》，家庭的家，战争的战，叫做家战。这部电影内底咧描写家暴，家暴。这查甫人伊若有大男人主义，伊用伊家己的方式讲，你着爱照安尼顺服我。你若顺服我，我才疼你。你爱照我疼你的方式，伫遮来顺服。所以后来变离婚，囡仔嘛受影响。所以两个人的结合，若幸福，就全家美满。两个人若伫迄个感情的过程中间，迄个顺服的定义若毋对的时阵，就影响全家庭吼。所以这个家战就种，互你的家庭是战。也是战争的战，差足济对无吼？
说让你的家是很赞，还是你的家是常常在战争？你的家庭是三疼，还是在三拼？彼此相爱，彼此相疼，还是在彼此相拼？所以今日透过这段影片，互咱来想讲，这个家庭要安怎伫遐来持守来经营来。短短一段的影片Mes parents sont séparés depuis 1 an. Je vis maintenant ici avec maman et ma sœur. On va fêter les 18 ans de ma sœur à la salle des fêtes de Vial. On habite tous là-bas chez papy et Nani, sauf mon père. Par contre, je ne peux jamais jouer devant la maison ou dans le jardin, car on a peur que l'autre vienne. Papy se met à crier quand il le voit et c'est pas bon pour sa santé. Quand il vient, je m'inquiète pour maman, parce qu'il veut juste lui faire du mal, juste ça, c'est pas un père, et c'est pour ça que je suis contente que mes parents divorcent. Joséphine aussi, elle ne l'aime pas, mais elle n'est pas obligée de le voir vu qu'elle est grande. Moi aussi, je ne veux plus jamais le voir et je ne veux pas que le juge m'oblige à aller avec lui 1 semaine sur 2 ou un week-end sur 2, parce que je ne veux plus le voir, plus jamais, je n'ai plus rien. Alors voilà ce qu'a dit Julien. 这短短其实这部电影咱会当有机会去看啦就是讲有当时咱检采是迄个加害者咱有当时检采是即个囡仔伊伫迄中间受着老爸这大汉啊，伊免去甲这老爸见面，因为伫迄个受伤害管教过程中间，讲你着爱照我的方式，若无就是安怎无迄个疼啦所以咱看见伫现代家庭一直受到侪的这冲击所以伫咱的管教的方式中间，咱是毋是也会通伫像顶回牧师咧讲的讲，咱生气切不可犯罪，生气毋通犯罪，毋通互你的生气到日落，毋通互魔鬼留地步。那安尼就造成咱家庭的一个破碎今仔日咱看到真侪家庭的破碎，是因为咱家己有咱家己的想法，咱家己有咱的作为。我是头，你着爱听我的。若查甫人讲，我就是丈夫啊，圣经讲的头对吧？我是头，你着爱顺服我真侪遮的姊妹着作不服的，你知无？我收入比你较悬我读册比你较敖啦，是安怎着爱听，拢总听你的。所以伫两性真平伫两性意识伫举起的时阵都有侪遮无共款的遮想法产生咯。保罗透过对婚姻的教导来帮助咱，免我伫遮彼此来顺服。连我会讲，过去咱的圣经可能会分段的过程，可能是对20以后所以今仔为什么要互咱对20开始伫遮来看所以借着安尼彼此帮助，咱会通彼此来顺服。第二就是讲，要安怎听咱的家庭，守护咱的家庭，互咱的家庭会通真做是上帝祝福的家庭。这是最要紧的因为当牧者咧处理侪遮家庭的问题时，对阿某开始，也是讲咱伫管教的过程中间，这囡仔毋听话，等遮足侪遮的问题拢会产生所以4、5、6就是咧讲迄个关系，人甲人中间迄个关系所以今仔咱要安怎，互咱的家庭真做是一个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互彼此会通伫遮有好的听的即个对待保罗对婚姻安怎伫两个人结合的中间，安怎有一个真好的合一。头一对咱看21节进前18、19、20。伊讲，咱毋通伫遮来喝酒啦、醉酒然后爱互圣神来充满，毋是用酒来充满咱，是用圣神来充满咱。然后你受圣神充满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即款的态度，就是敬畏上帝，然后会通彼此伫遮来顺服。所以你若有敬畏上帝，你听上帝，你就会通伫对人的中间的关系会通伫遮来好的款待你若毋捌上帝，你就会照家己的方式你感觉你较大，你感觉你是做头的第二，咱看伊讲，保罗要透过安尼讲，圣神充满的表现，亲像教会顺服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先为着教会来牺牲，因为基督先听咱，先为着咱来赔命，钉死伫十字架顶是赢得教会对伊的顺服甲尊重
今仔若是一个无负责的，你要安怎互人对你尊重？一个做头的，若无有照你应该做的，亲像耶稣基督，像后壁这圣经讲要爱抓基督的心做心，啥物意思？就耶稣安怎做，你就安怎做。当你若安尼做，我相信做太太、做媳妇一定对你安怎心服安怎？心服口服，有当时口服心袂服。所以今仔透过圣神的充满帮助，互咱领受圣神的同在时，头一个，你对上帝的关系有好无？你有伫迄个中间来敬畏上帝无？你若有敬畏上帝，你的家庭自然就有真好的一个关系。所以透过头一个保罗咧讲，有圣神伫遮来充满。所以顶礼拜老牧师甲咱分享讲，伫圣神内底新的生命。安怎伫遐来调整、改变、来成长啊？第一就是讲，保罗用伊分享讲头甲身躯来做一个比喻啦吼。所以丈夫是即个太太的头，恁有同意无？即个姊妹拢毋出声吼。圣经就安尼讲嘛，对无吼？所以有当时即个丈夫就讲，上帝话你敢无要遵守所以咱来想讲翁婿是太太的头所以安怎？你可能你就爱变做甲我共款安尼。你的想法、你的作为拢爱变做共款。我讲安尼，你就照我安尼讲。敢真正是安尼。所以头的意义，咱来想讲，头本来是一个统管一个首领。第二就是判断，要做决定。第三就是你咧发号施令，你咧化东化西安尼。第四是安怎？你会透过你的头伫遐想法，伫遮那对的就甲你鼓励，若毋对的就安怎甲你处罚。伫遮咱看讲，有当时咱是圣经就安尼讲，总是伫你的床内底，你认为讲这都毋对啊。即个丈夫，即个头都做了毋对，你敢真正爱我甲顺服嘛？所以真是你的孝度，诚是你的信度。伫遮咱有看伊讲圣经安怎伫遮来解说解说即段圣经有真侪即个牧者伫引用过去即个伫翻译的过程中，也是讲伫排版的过程中间，可能甲分段有一寡出入，总是咱会通对即个经文的背景文化的背景伫遮来看注意前后文，如果分段分了毋对的时阵，咱就会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所以毋通伫遐讲你爱听我的话，所以就引用伫圣经对一句讲我是头所以圣经讲你爱顺服我。当时有当时的文化背景，你爱了解讲当代的文化就是查某人、妇因人无读册啦。所以查甫人读册，所以查某人伊伫迄个中间较无有遮个知识的时阵，丈夫爱教伊丈夫教伊的时阵，爱听无？你爱听因为你毋捌总是今仔日即个时代无相款你避免用今仔日去论古早，用古早去论今仔日。所以咱爱了解讲，当时有当时的背景，顺服有顺服伊的基础。总是这顺服伫每一个时代拢应用，适合咱，所以咱爱先去了解讲，伊当时迄个文化甲背景。当咱面对着这个经文伫解说过程中间，有无共款的一个看法，一种是哪像咧宝贝甲咱的安尼这是基要真理派伫保守派伫遮。另后是讲，这都无下时代啦，所以毋免伫遐来甲安怎，毋免伫遐来甲遵守所以上帝启示，即保守派讲，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启示透过人写落来时，你爱遵守这是世界的标准总是即个自由派，就是讲安怎，迄是第一世纪的犹太文化迄是查甫人即个大男人主义沙文主义听到安尼，姊妹就拍拍手。
总是这两个拢无介好啊，爱有取得一个平衡啦吼。所以有一寡误解就是讲啊，无负责的顺服啦。啥物叫无负责的顺服？第二个就是种心口不一啊，口顺服啊，你的嘴顺服，当然是你的心安怎无顺服啦。吼，头一个就是讲好啊，拢听你的啊，好歹拢你承担。啊，若做毋对吼，李王爷做毋对，就你以后你有上帝审判安尼啊。哦，我毋是咧讲你安怎吼，是比如啊，哦，就讲查甫人好啊，我听你的啊，对啊，听你的，毋对啊，听你的，总是你爱负责啊。以后若要审判，你爱面对上帝审判，总是上帝爱问讲，啊，你明明就知影毋对，你搁顺服，伊若要跋筊要甲你摕钱去跋筊，你要互伊无？圣经就讲顺服啊，所以钱就互伊，安尼对毋对？甲你边仔讲毋对啦，所以。迄个经文的应用，毋是凊彩黑白用吼。另外一个就是安怎，我喙甲你讲顺服啦，好啦，你拢做头啦吼，啊总是我做颔棍啦，安知无？吼，你丈夫是头啊，你丈夫是头嘛，啊我做某我是颔棍，我颔棍若无挖你头会挖袂？这叫做心口不一啦，安尼知无？哦，我喙讲顺服，总是这样啊。有人讲哦，啊，阮兜哦，迄个大事拢是啥翁咧管，对无？啊，小代志敢轮到我管，但是阮兜拢无大代志，拢细项的代志，所以表示拢送咧管，拢太太咧管，对无？这款叫做安怎啊？对于这个顺服的定义有误解，误解就是无负责任的顺服，都对啊顺服，毋对啊顺服。第二个就是讲哦，我嘴顺服，总是心内我不服你。哦，你知影讲你若头哦，颔棍换这边，头要换迄边，头就断去啊，对无？所以伫遮咱对头的解说哦，圣经的分段进前啊，伫2005年的时阵有无共款的即个排版哦，所以你要看你的圣经，还是你的手机的版本，是对丈夫甲妻子，是对20以后的举手者啊，还是恁拢无查圣经？对20对吼，这是较2005年的新标点的和本吼，伫遮的安排吼，毋知多一个安尼吼黑白排版吼。总是伫新的这2010年的修订版的和本吼，伫遮咱有看讲伊的标题后壁就是安怎21节开始，讲你爱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安怎？有即个基础了后壁讲，恁做啥物货角色，恁就要安怎做；恁做啥物货角色，就要安怎做。所以咱伫遮比较讲，迄个排版啊、错误还是断章取义，就会影响到咱对圣经的一个解说。哦，所以你若讲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哦，伊的一个新的一个排版，都是伫咱的倒边即个看见吼。所以伫遮牧师要甲咱讲，思想决定是在伫你的心，也是在伫你的头。所以过去讲，箴言4章23节。伫遮写啥？你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安怎？迄是伫迄个当时迄个背景，伊认为讲心是统管我的思想意志啊。总实在，若是医生，也是讲心脏科，你就知影讲心脏内底干那啥？血管啥物等遮嘛吼。所以咱来了解讲，当时伊的文化的背景，伊咧讲伫耶稣迄个时代，伫旧约时代，因是看重讲，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意志，拢是对心伫遐咧想啦。但伫1664年，一个叫做即个Thomas威列斯吼，即个伊是英国的一个有名的医生，伊专门研究大脑甲神经遮个吼。所以发觉讲，咱的脑部吼是一个思想的中心嘛。咱脑部的血筋毋是咱一条一条，是安尼一箍一箍安尼吼。所以咱会通上网路去去看伊伫研究遮伊伫讲起咱的脑部内底有一个威利斯签用一
一个名词伫遐内底，意思就是讲，咱咧想法、咱咧思想的感情意志，拢是对遮来，毋是对遮。哦，所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无共款哦，所以今仔咱又有咱家己的想法。哦，所以当咱咧对头对遮咧解说的时阵，咱来了解讲，这头的意义到底是若伫家庭用伫，我是一个统治者，我是一个首领，我是一个命令的吼。所以这个克服咧，这字吼，会通解说讲，我是一个头，是一个管理吼，掌管者、命令者，也是我是一个源头。咱来看这个图吼，我做头的，我是命令，也是讲亲像树头，树头是供应哦，树头是啥？是一个供应，互我的树尾，互我的这果子会通得到啥物？得到水分，会通得到营养分嘛。所以你做头的，就亲像耶稣伊安怎供应教会，咱做头的。是毋是会通诚做我供应我家庭，我保护我，互你有安全感，我互你有一寡只会通领受恩典的，毋是出一支喙，毋是伫遐来讲哦，来做一个发号施令命令的，吼。囡仔咧哭去换尿珠对无？囡仔咧枵去泡啥？牛奶，对无？今仔日相信的时代，有人时啊，就是爱互相彼此。所以话还阁停留伫日本时代迄个大男人主义，对吧？哦，有人是用脚泡牛奶无？有无？有人。喂，起来啦，斗泡牛奶啦，安尼叫做用脚泡牛奶啦，哦。讲实在，较早我嘛是有用脚泡牛奶的安尼哦。哦，因为你也体贴因为可能生产了半暝要起来，实在是足安怎艰苦嘛。总是你若大男人主义，迄是你查某人的代志对毋对？所以做头你变怎伫遮某囝伊会通有一个安稳所以你。是做统治者、命令者，也是你是一个源头，你是一个供应，你是互你的家庭会当感觉有安全感、有供应无够野的，你会通透过你来补足你的家庭的需要。所以耶稣咧教导讲，要做一个头的你着爱大先先做啥？别人的一个采用所以人主来是要服侍，毋是要怎？要互人，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啦。所以耶稣先做互咱看，所以头前一直甲讲，恁着爱存敬畏基督的心，伊安怎做，所以咱着安怎伫遮来效法。保罗也透过这个教导，伫遮来教导讲伫这个5章的21节到33节伫这段圣经内底，咱来看伊讲，婚姻的奥妙头一个就是讲，你安怎去顺服，安怎去舍己啦所以伫遮咱看耶稣伊用做丈夫的爱疼福音人，亲像基督疼教会。耶稣基督安怎疼教会？他虚己，就是讲伊看无家己伊的利益，牺牲，然后呢，伊牺牲家己伊无了甲上帝做平等伊家己顺服到死。所以敬畏基督是表明讲你。看耶稣安怎对教会所做，教会是啥物人？是咱嘛所以耶稣安怎对咱做，安怎做？你做丈夫的，你要做头，你着去学安尼啦。所以恁着三听，毋是三拼。恁若像我有听恁，这是我的命令所以为着人付出代价，听无比这个较大所以保罗伫遮教导讲咱伫读圣经了，慢慢咧成熟的过程中间。你是毋是会通伫遮为着别人伫遮来想，互你的家庭是战，还是亲像战场的战？所以当咱对4章、5章、6章，就是也在提醒咱讲，咱看有无下骹，若看有诶，咱做来念啦直到咱众人伫神已经捌上帝囝来合一，
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迄般。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你捌上帝的囝，捌上帝的真理了后，你才有法度安尼去做耶稣安怎为着人来付出代价哦。看无家己做头的人，拢看到家己需要的利益。所以今仔在提醒呢，耶稣来就是要互人得到祝福，得到丰丰富富的活命哦。所以丰丰富富、丰盛啊、丰盛吼，不是肥胖，好吧？丰富是安怎？爱互你分享出去，爱互人。哦，第三，咱有看伊讲，就是爱彼此伫遮听甲敬重吼。所以你要赢得太太。也是讲你的囝儿是岁的敬重，你是毋是会通听伊珍惜？所以拄爱圣经内底讲，替伊献家己，互因成圣，是用水的洗甲道理来清洁因。所以咱是毋是去珍惜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另外一半？不管恁兜是妇人人咧做头，也是丈夫咧做头，啥物人咧管理吼，总是较要紧就是彼此，所以21节讲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你有珍惜无？你有亲像迄个家母也是阿母咧你的即个囝、家囝无？你是毋是诚做伊的保护？伫你的诚做你咧疼惜你伫遮咧连续怜爱怜惜伫迄个中间，伫讲的其实就是关系啦。所以伫厝内即个家庭内底会当有幸福的关系，是因为你有好的经营彼此的关系。所以咱看讲伫保罗的教导内底迄个两个人安怎合一？所以你我诚做咱，咱会通对我阮兜安怎？所以伫迄中间讲，离开父母，毋是断绝迄个亲情的关系。像离开父母，互你的子代，你的大财大爱切断你爱家己有责任心然后你家己成家立业，你诚做一个你所属家己的家庭。你做查甫人的好，你着爱负起迄个责任。你爱诚做好，亲像拄我讲迄个树头共款，你诚做迄个源头，诚做迄个供应。当你信主耶稣了后，你的心你搁较有迄个疼，伫遮来疼恁兜的人，疼你的囝儿4岁所以当你决定代志时，你是互相指责无你去做，也是我去做也是做了毋对时，拢是你，毋是我。所以对第一家庭阿东夏娃就是安尼对无做了毋对，就开始拢嘛蛇阿东就讲，拢嘛你互我迄个查某人所以伫遐就开始伫遐互相指责所以囡仔发小心，迄你的代志烧甲救紧的时，迄嘛是你的代志所以要安怎翁某做伙伫遮搁有最近咱有几个买新厝即摆伫装潢到底要装潢是听啥物人的？我着爱即色，我爱你迄色咧着陈颖咧摇阿嬷所以伫迄中间免互相伫遐来尊重无共款就无共款，人会欢喜快乐嘛甲你的兴趣所以免伫遮有真好的一个协调，这拢是咧提醒咱搁有为人怀孕的时阵做丈夫的，你安怎好好伫遮来疼惜无顺利伫遮啦看我有黑白讲无啦当伊伫怀孕的时阵我对过去有即个真好的教导的领受，就是讲上帝互你的产业怀孕的时阵，我拢用迄个绵羊油啦绵羊油逐工应该是有逐工啦。逐工甲烧巴肚第一个防止安怎妊娠纹嘛第二个较要紧就是讲做老爸上帝互你有迄个权柄，为着你所领受的产业甲祝福所以逐工就是抹绵羊油，然后为着胎儿甲祝福，互伊身心灵伊的器官的成长拢会通整全所以这是上帝做头的、做丈夫的一个权柄牧师，我有安尼做无？
有啦吼，伊有点头啦吼。感谢主，无甲我吐槽。就是讲，你伫迄过程中，你彼此的关系参与吼，我感觉这是真正增加彼此的这真好的关系，佫有祝福着上帝互你的这产业吼。所以你会通参与伫你的家庭偌济，有的人一生讲我早出晚归拍拼趁钱，我着按时阵我摕钱转来，总是无咧管你某囝安怎吼。所以最近咱有看到一个迄个艺人，好无？即几工报因兜的代志安尼啦吼，所以真侪遮个缺失，佫有无关系无真好的一个准则吼，所以就破坏家庭的关系强要离婚安尼吼。恁知影我咧讲啥啦吼？知啦吼 ，OK 好。所以伫遮我无要讲伊的名吼，就时尚玩家阿翔嘛吼。我有讲伊名，所以伫迄中间，咱有看伊讲，你参与伫你家庭有啥物款的关系的迄落无？你有参与伫你的子女，伊的毕业，伊的过程有无？这拢是咱爱家己反省的。有当时咱前几工牧师娘咧问讲，迄个后生毕业有要参加无安尼吼？所以类似遮的吼，咱要安怎去参与伫因的生命过程的一寡遮个大小事。我嘛有看到咱遮个亲人囡仔毕业，哇，真欢喜，因参与伫吼咱有孙最近今伊毕业嘛，对无？以荣以宽对不？对不对？是吗？我有看错吗？没有嘛，最近毕业了嘛所以咱最近这毕业中我有看见，有真侪咱的亲人去参与伫你囡仔迄个生命过程这是足赞的，也是讲到你去就好我趁钱你去就好所以有真侪遮拢是咧提醒咱咱是做一个管理者，也是命令者，是到你会通成做是一个丰富的供应的源头，这会影响到你家庭的幸福也无幸福。你对是惊吓、皮皮带的屈服，也是讲你欢喜顺服伫你的丈夫，欢喜顺服伫你的另外一半。所以你会闹疼你的某囝，自然你就会赢得伊的敬重嘛。亲像耶稣为着教会付出代价，你会赢得，伊会赢得教会咱对伊的一个倚靠甲顺服。相反，上帝享受的家庭是伊互咱讲生养众多佫互咱有管理这个权柄。所以你有照安尼无？即摆囡仔叫伊结婚不分啦，若要分就不生啦，对无？若生了安怎？不养啦，养了安怎？不教啦，所以这个时代一直咧冲击咱的家庭的所以即摆少子化。少子化就影响啥？建商起厝无人买，对无？佫有学校一间一间爱安怎？拢爱关掉，爱合并，对无？所以即摆少子化是国安问题，是咱国家安全的问题啦。所以佫过几十年你也看即个咱中间就剩偌济人，愈来愈少所以这就影响咱的生存，佫有即摆婚姻的制度的改变，你也看佫会影响所以伫遮咱讲，上帝祝福咱的家庭要安怎生团较早都生一担，上帝嘛是享受人照安尼饲，对无所以今仔日咱看讲面对这个后现代资讯爆炸的时代，就安怎，咱就惊吓所以上帝若互咱有生命，就教育的恩典互咱所以伊嘛互人就治理的即款的权柄。总是人无好好治理，就去石头插头管，安尼了解？所以将石头插头雕刻来敬拜，遐是拢上帝交代互人去管理的。所以人无好好管理，就变做互遮个管第一就是讲咱来看见讲耶稣帮助家庭头一个新约是啥？伫迦纳水变酒。是一个家庭一对少年人因结婚的时候，海到一半的时阵安怎？无酒这足扫兴
所以伫遐耶稣听见伊老母讲爱都无酒啊，伊讲管我啥物地带，总是耶稣嘛是有帮助哦，就吩咐伫迄个生活困难中间来供应，互因得到会通伫遐满足所以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耶稣就安怎对青人讲用水满伊的红所以满到暗口安尼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咱讲耶稣参与伫咧家庭来帮助因，互因伫因生活有欠缺，会通得到供应；拄着困难，会通帮助因来解决。第三就是讲耶稣教示咱的祈祷内底讲，阮伫天里的爸，当圣神来感动咱，引带咱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咱祈祷讲天咱的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所以你咧祈祷，你咧为着你的困难咧祈祷，阿爸爸上帝啊！这是对一个圣经讲所以主祷文咱就免看咱来看讲这来咱做来读来。既然互上帝的神所带来的是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毋是受到奴仆的神，地教搁行兄，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所以当你洗礼时，你对上帝的称呼就是阿爸爸，是天父上帝所以今仔咱透过家庭的经营好的经营，我真紧就讲这对夫妇刘宝林伊对国中又看因爸母拢有咧拍麻雀，所以就国中就学样拍麻雀，所以大汉就安怎大汉就共款拍麻雀对算算的到有余钱的安尼所以慢慢愈博愈大结婚了后实在是家伙拢跋了安尼还搁做职业军人伫咧监听伫遐咧工作，2个月到放假转来是讲翁仔某关系要安尼做伙时间做伙斗阵安尼结果伊就走出去跋筊走出去跋筊因某有一工想讲无我临时有代志7岁2岁囡仔你顾者结果伊嘛是走出去讲叫7岁顾2岁安尼啦伊嘛是走出去跋啦伊就强要安尼离婚所以伫迄中间伊安尼投诉无门，所以就四界问神问卜安尼所以伫遐摕迄个符咒来，转来小小的掺落因翁爱食的八宝粥八宝糜内底，讲看安尼会当回心转意，结果变本加厉愈来愈厉害愈跋愈大安尼所以无大有一工伊的同事就邀请翁仔某去到教会伫高雄的所在莲香堂，后来伊就了洗礼洗礼了，即个刘宝林就讲啥？哇！这洗礼了，我上帝囝无上帝保庇我，互我跋筊会当赢安尼啦结果愈祈祷愈跋愈输啦讲这哪会安尼我信上帝你，所以求爱求着后一工伊咧跋筊的时阵因某就去知影讲伊伫地咧跋，伊就去找叫警卫敲电话，讲若无我就要报警安尼啦所以伊就落来，总是无爱看到因某爬墙结果迄手去玻璃挂着伊就乖乖搁墙搁倒转来因某再去病院，圣神启示因太太黄丽讲啥？你拢掂莫甲骂你就掂甲送去迄个病院伫病院中间，圣神就启示讲：孩子，回转吧，回家吧所以圣神的感动，互伊生命完全伫遐改变所以倒转来伫遐拍拼工作，将厝烟酒搅拢解起来了后安怎所有的这娇小拢行了，搁会通买一间厝伫迄个生命过程中伊后来成做教会的小区长一个人管6组啦牧羊6组，所以伫迄个生命的改变本来是一个要破碎的家庭因为有主的同在，因为主的引带，所以互即个家庭伫遐重新来建立即翁某好好囝儿时岁拢伫遮真顺服，然后咱有看见啥物？看见
透过因吼，因嘛引带因这高龄的这个父母来洗礼吼。因为安尼引带家族差不多陆续有20几个21个来信主。咱关于主上帝的感动的引带，吼，这家伙本来要破裂破碎，会通伫遮真做家庭的祝福哦。最后咱看讲在提醒咱用耶稣基督最深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安怎做，我有Jesus do WWJD 吼，耶稣安怎做，咱安怎做，耶稣安怎听教会，咱做头的，你要安怎听你的会人，听你的家庭，你就通赢得啥？这个尊重，赢得顺服吼。所以今仔咱透过这段圣经，要伫遮来回应，就是讲第一，敬畏耶稣基督，就是互你的家庭得到福气的一个真要紧的基础吼，会当彼此伫遐顺服。所以读圣经毋通对22节开始读吼，对21节看到你后壁，伫遮彼此的顺服，才带来蒙福，得到福气。所以咱彼此相听，上帝就伫咱的生命中间，会通充满伊的恩典、祝福伫咱的家庭。咱要做伙用这首诗歌，咱做伙来回应，咱做伙起立吼，咱用圣诗吼。其实旧的圣诗是基督是咱家庭的主，总是这是新的调吼。咱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吼。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想使阮透过婚姻建立家庭。阮知影有当时阮的家庭面对风险，面对挑战，面对关系破裂，因为阮有家己的心思，阮有家己的意念。当阮在做头的，阮无按照主你的教示咧做的事。当阮做顺服的时，阮并无完全顺服，彼此无有彼此的顺服，就带来家庭的婚姻的危机。求你来帮助阮，无论是夫妇、亲子的关系，愿主你来帮助，因为你来就是要叫阮合一，叫阮恢复一个好的关系。
你互阮甲天父上帝和好，你也互阮甲遮个厝的亲人有真好的关系，互阮的家庭亲像伫天共款，亲像伫天堂，互阮的家庭有主你的同在，邀请主耶稣你成做阮家庭的主，互阮伫各方面拢需要有你的同在、你的帮助，愿主你来祝福。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刺激阮的心，提醒阮，互阮真正是有用听来赢得尊重，用听来赢得顺服。也阮伫顺服中间，也得到供应，得到保护，得到你的听。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认捌你是阮一生最大的祝福。主，你是阮家庭的主，你要成做阮的力量，你也互阮应允，一人信主，规家拢要得到救。就求主你当一时修剪阮每一个人的老我，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求主你。互阮会当用卑微的家己来献互你，诚侪你所重用的器具。检查阮的路径也是山坎深渊，主你互阮会当伫困境中间，你用日头来成做阮的希望。主啊，互阮会当领受，这是你为阮祝福的稳定之路。这是阮奉献金钱、时间。要诚侪阮教会路用，求主你来接纳，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来请牧师来做消息报告。好吗？咱来报告进前来介绍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做礼拜的兄弟吼，来有印象吗？头一位是
黄庭辉兄弟，哦，叫迄个苏尔杰的先生啦吼，欢迎吼，来欢迎。啊，请坐吼，上帝所吼。啊，第二位是陈福田兄弟吼，啊，陪伴咱的田辉兄来吼，伊带罗东啦吼，啊，佫有黄仁正兄弟，伫遐咱姚建设吼介绍的吼，咱甲欢迎。啊，佫有啥？薛婉琪吼，甲陈怡君哈，跟各位查某囝吼，各位老丁吼，感谢主吼，欢迎恁做伙伫遮来敬拜吼，啊，若礼拜煞咱楼骹有爱餐，欢迎恁做伙做伙来享受吼。其他佫有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吼。今仔是为着女主新人伊吼，因来请安甲咱来报告吼。咱也为因来关心，大刀奉献这个时阵请代理院长吼，带素女吼、张女娘吼，伊来简单明了，互咱记会牢安尼吼。来，咱拍鼓甲伊欢迎啦吼，准有张女娘啦吼。即马做代理院长。余牧师，各位乡亲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我这个机会，代表台湾女子新学院向大家请安，佮报告。佮感谢余牧师，予我这个宝贵的时间，来向大家请安。台湾女子新学院伫1884年由马介牧师所设，1958年予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女宣道会接办。感谢上帝带领甲节目长兄姐支持关怀大道，予本年的事工会当顺利进行到今年拄135周年。本年的教育宗旨为着培育教会人才，予因通过神学甲其他实用的科目，充实家己来服务教会甲社会做目的。现阶段的科别有圣经科、神学研究科、教会音乐科、敬拜学校等课程，并推广到台北、桃园、新竹、花莲等分区。造就济人才同齐宣扬福音，服务社会，因神益人。伫遮，我要特别代表台湾女子新学院，特别感谢嘉南教会对1992年9月允准将本教会5楼真属实教室，伫每礼拜四借予本年诚侪桃园分区上课的地点。方便教会兄姐甲附近教会兄姐伫遮上课。当初也邀请李芬霞长老担任本院的董事，甲做本分区的主任，有10年久的时间。因为伊的尽职服侍，佫受到教会牧长特别的关心重视，为着会友灵命的成长，鼓励兄姐接受教会本身以外的训练课程。各予兄姐学费的补助，这20几年来，嘉南教会会友有济人受到造就，信仰若坚定。伫教会也有真好的服侍，因为有恁的关心带导，予本年的事工顺利推行。感谢上帝丰盛的恩典。我伫遮要特别来感谢吼。伫7年前，我甲我的先生受派到嘉光福音中心参与教会开拓的事工。虽然当时真无想要离开嘉南教会，但是阮顺服上帝带领。嘉南教会是我属灵使命成长的所在。我伫遮聚会有34年久，
对主日的敬拜、参加小组的聚会、参加妇女团契的聚会，搁伫遮学白话字、学插花、上女子神学院的圣经课，互我生活过甲真充实。感谢上帝，谢谢牧长们的教导，甲兄姐的关心。每一摆转来到嘉南教会，看到恁的笑容、问好，互我真大的鼓励甲支持。谢谢你们，嘉南教会是一个充满温暖佮有疼的所在，有你们真好，感谢主。在此，伫遮我代表台湾女子神学院各位请安，简单报告学院的现况。老师同工总共有25名，学生总数有122名。2008年度毕业生有16名。2019年度预定募捐款300万，恳请各位兄姐继续为本院的事工代祷，也欢迎本教会的兄姐来本院上课，搁为本院的经费代祷奉献。最后，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上帝恩典满满伫逐人的心上。好，咱感谢所有院长吼。咱来看小会报告。伫7月7日，咱要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后，要洗礼。伫6月23日，甲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今仔日有这个志工队干部的会议，请咱这同工主任来出席参加。咱来看具体消息。具体消息哦。教界消息是6月21日有台湾神学院研究学院的毕业典礼啦吼。咱中间嘛有袁伦吼，袁伦嘛毕业啊吼，咱会通伫这个时间有时间会通去参加。咱具体消息的部分，咱来看第4点吼。第4点，咱的怀同执事，伊伫6月7、8蒙主恩调安孝主怀，享年74岁吼。伫即礼拜4，会伫7楼来举行安慰的礼拜，安慰家族的礼拜吼。即礼拜6，共阮伫早起8点，伫桃园殡仪馆的志德堂哦，伫遐来举行日念，9点火化，11点半会倒转来甲伫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了后就是要到伫台中东海大学附近遐来做安放礼拜。然后要参加的吼，因为车位有限。会通到伫公布栏伫遮来登记吼，咱继续为着遮个为主伫遮来代祷来关心，愿上帝来祝福。咱来读今仔日金句2遍，总是恁人有因人，亲像家己也有因人，着敬畏伊的丈夫，以为所需5章33节。总是恁同人，虽会着听伊的福音人，亲像家己也福音人，着敬畏伊的丈夫，以为所需5章33节。吟上行391首，阿老天顶主宰，请起立来吟全首。吟一段，请由牧师来祝祷。同心祈祷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成做恁家庭的主，享受福气，互恁逐人伫伊所享受的恩典行通顺利。愿主上帝听，成做盾牌，四面来固守恁每一个人的家庭，也互主圣神引带恁出入平安，也恁所领受的成做上帝所别人的管道。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
请坐列倒。咱礼拜到这，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家庭。喂。